感谢让我们再次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赞美他，也来传讲和聆听他的话语。今天我要讲的信息主题是突破重围，赢得这个冠冕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，都觉得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是吗？所以你觉得基督教的信仰这个道路，当你在走的时候，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吗？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OK， 是不容易走的道路。为什么不容易？撒旦会攻击。撒旦会攻击我们，还有呢？还有吗？不容易走的一条道路，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快乐？在走的时候，有哦。OK， 但是也有很沉重，对吗？可能也不容易走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，看一下，就是确实在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基督里面，我们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，都有不同的那种感受，都有不同的那种的领悟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影片，它所告诉我们是什么。那个字看到吗？那个字。好，这是很多我们基督徒这些的生命写照。那我们在信耶稣之后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背上了十字架，对吧？过我们的生活。然而，我们所谓背上十字架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或者是说这个耶稣的这个使命，我们去过活。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觉得，哎呀，会不会变得太重的？所以我们想说，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砍一点点？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？稍稍砍一下，就没那么沉重，好，去稍微能够轻松一点。确实有啊，有些就是说，哎呀，太辛苦啦。好，比如说要灵修，要祷告一下，或者是说要参加聚会，或是要什么特别的装备啊，比较困难一点，就稍微的砍一点。当然是可以这样做，可是我们却会不会有一种的一个领悟到这个影片当中，当我们的人生或到我们的生活，可能出现了一些你没有办法可能去应对的时候，或者出现了一些挑战，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人这样，那个鸿沟太大了，对吗？因为他的十字架越来越小，他没有办法再依靠这个十字架越过这个鸿沟，就好像我们有些基督徒这样，没有办法在他的生活上，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挑战里面或者试探当中去胜过它，所以就希望能够通过今天我呢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所写的这个话语，让我们帮助我们基督徒稍微可以去想一下，
我们要怎么样能突破这个重围，然后最终呢赢得主所赐予的将来的在天上的这个奖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保罗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样的。刚才你们所看的经文当中，有没有看到一些些的所谓的保守讲的一些人物？有看到所提的这些人物，在圣经经文你所看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所谓的同工也好，或者是他所牧养的一些的信徒也好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哇非常的努力追求，或者是殷勤灵修祷告的人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的。他告诉你们，还说，哎，你要防备谁呢？还有你说有些人在伤害他呢，你要注意啊，他也是这样的人的出现。所以说，在保罗的这个时代，也是有这样不同类型的基督徒。这样，究竟保罗教导我们说，要怎么样能够突破可能这些的所谓的困难、这些挑战，然后呢，能够跑完这个所谓的我们信仰的这个路途，我们的前程，我们的整个全人知道建主耶稣的面应的奖赏。所以保罗在这边教导我们要怎么去做。我们有对保罗，特别在社青团契，我们花了有两个的那个星期，我们特别的去探讨保罗这个人。我们知道保罗的所有的事情的发生，也知道他身边有很多的同工。你会发现到，就是在保罗的身上，他不但是一位很有这个所谓的很有这个负担的一个宣教士，他怎么去传福音，他很有的运用他的智慧，善用他的智慧去将这个耶稣的福音传给人。他也是一位很知人善任的一个人，就是他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人有什么些恩赐，所以我就放他在什么的位置上，让他去服侍，让他去牧养教会。然后他也重视服侍的同工和团队的服侍。所以在当中里面，我们知道，在使徒行传，他跟谁一起同工？路加，还有呢？巴拉巴，对，还有一位呢，逃走了又回来，马可约翰，对吧？是，他们就有些同工，他们也是团队的服侍。所以你看到保罗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特质，也让我们看见在服侍上有这样一个重视同工跟这个团队的服侍。当然，在这个所谓的团队里面，或者说当我们说组成一个队伍再去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说，团队不是结党，因为这要很小心。我相信大家在教会，如果有些教会有小组的话，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？哎，这个小组是不是变成是一个结党啊？还是真的是在所做小组？也不是说谋取利益，就是我这个团队在这里，我就要取得什么利益，并不是，而是说是一种的相辅相成的一个团队。他这个团队呢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什么？所有的长执会也好，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一个委员会啊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什么？使上帝的家怎么样？得益处，还有信徒们的造就。这个就是教会有这团队组成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在这里，为了上帝的家。不是说哇，我做了多少，哇，我这个团队多厉害，知道吗？只有我这个所谓的组成的团队才能够为教会做事情，哇，才会怎么样？哎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乃是说为了教会，而为了信徒的需要而去做这个团队。我知道坚城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打篮球对吧？好，你们在进行要打篮球了6月11跟18嘛。请问一下，一支出色的并赢的比赛冠军的篮球队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最近好像2017年也是这2支在打，6月就开赛了，季后赛。好，请问你们在打篮球的，你们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篮球队员怎么了？怎么没声音了？大声点！默契，还有呢？要到最后一个不放弃。
很好，是。还有其他吗？我想基本上一个篮球队，以前我也打篮球，对，在社区的时候，我也去比赛，跟其他社区人打。OK， 优秀必须要有个组成一个队伍，对吗？首先，你要有小前锋、大前锋、中锋，还有什么后卫，两个啦，一个是得分的，一个是控球的。你一个队伍里面必须要有这个5个队员，如果真的是很出色的、很有那个才华的，才有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讲机会呢？你不一定赢得冠军哦。为什么只有机会？就好像刚才李翔所讲的，这是我讲的。你有这么多的优秀的，如果是这么优秀的篮球队员，我是小前锋，我管你是谁大前锋或者是谁，我一直在投球投篮。你说有机会真的赢吗？没办法啊，你还必须要怎么样？你要发挥你团队合作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人优秀是个人优秀的那个很好，但是你需要说，你知道这是一个队伍所组成的，你必须要有默契，你必须要有说整体的团队发挥出来的力量，才能够带领这个团队怎么样赢得冠军啊！教会也是一样啊，教会也是需要有团队的服侍。你说教会如果要健康，你要成长，这个教会你要的去发展，你也是必须基本在人这方面，我们先不要讲到神这方面，我说人这方面，你是不是需要有优秀的一个服侍队伍？需不需要？你需不需要有整全的服侍的团队？你整个教会的架构里面，你觉得各大事工，我们讲5大事工，敬拜、服侍、教导、教育，你们叫教育，或者是跟团契、宣教，这5个事工里面，你们的有没有整全的服侍的团队在里面？然后有没有说整个团队各自的发挥自己功能，然后合成一个整体的队伍？还是自己打自己的，自己做自己的？这我们去想一下，教会的困境是什么呢？他面对到说不知道，可能说应当如何知人善任，让服侍者发挥他的恩赐跟专长。有一个困难在这边，就是他不知道当中有哪个人有什么恩赐。也不知道还放在什么的这个位置上，那去服侍。很简单，可能一个很会烹饪的厨师，你放他去，可能说做别的施工，做可能是接待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他可能只会说我会去厨师嘛，对不对？你叫我去做接待，有时候不太会讲话。你就不对了，你应该放他在厨房嘛，对不对？或是管理膳食啊。一样篮球队也是这样，我是打小前锋，我是很强的。然后你叫我去做那个控球的后卫，可以吗？也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不是很专业，不是很专长，有放错位置的。这是他的，这是一个会面对教会面对一个困难，就是这样。第二呢？教会领袖或者不是同工，他需要接任多项的事工，没有办法专注和更深入的去服侍，是不是有一个困难？可能你说可能教会小，所以没办法。但是你教会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让全部教会的会友都参与在服侍里面？有没有？可能也没有啊，对吧？所以就回到第一个问题了，你没有知人善任啊，就是大概这个面2个天大，拜拜就回家了。可是就没有说再去整个针对人，教会需要我现在教会可能我有50个人，我这50个人有什么的特别的恩赐专长，在哪一方面的，我们就针对这50个人，就能够让他们全部能够参与，就参与在里面去。你教会大，你更好去用。
所以今天在新山区那边，我也是去问大家，哎，你们有什么一些的志愿吗？还是有什么一些的喜欢的东西？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特色，他们有什么恩赐才华，我们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事工，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做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，这就是有些个教的领袖，他说没关系，我愿意参与，我参与做1份、2份、3份、4份的施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是你会很累。你累了之后你会怎么样？倦怠啊？倦怠，然后呢？接下来怎么样？先休息就怎么样？投诉，对吧？抱怨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样？不要吵我啊！你不是我做很多事情吗？我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，还要再找我，是不是？抱怨，接下去怎么样 ？burn out， 包括牧师也会 burn out， 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是不是问题？这教会怎么能够健康发展跟去成长？这我们需要去小心注意的事情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当一个人负责这么多事的时候，他很难专注跟深入到里面去做。但那时候带你青山人都好了，你不能够说跟他们 “hello， 你好，这个那个礼拜见1、2个小时就好了”。成年人也，我们青成年人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要需要更多有时间去关心他，是吗？比如有世人在找工作嘛，对吧？是，他们现在面对的，而需要可能更多人去跟他祷告、扶持他、帮助他、分享这样。可是他身边可能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太多人你去别的事工了，他需要找一个人陪他的，找不到，对吗？所以变成说又很大的面对很难的问题。保罗在面对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很多困难，对吗？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看到整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么轻松吗？去讲福音，不简单呢。给人家丢石头，对不对？然后会破坏别人的什么赚钱的这个生意的时候，又被别人控告、诬告，然后又被怎么样抓进去监牢里面。甚至还要面对什么？可能失职的那个什么，刚才我们去读到的，对吗？那些危险，不简单，不容易。保罗做事情，可是我们看到在他身边有同工彼此的激励跟扶持他，让他面对到困难的时候、问题的时候，他可能有机会跟他分享，有陪伴他、鼓励他、帮助他。所以在奔跑信仰的道路，绝对不要孤单。比如说，我一个人就好了，我就去跑这个信仰的道路，会有点辛苦，会有点困难，也不要面对资源的不足。当你面对到信仰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去找牧师、找长老，刚才问他，长老问你个问题，只是问你个问题，你要帮我怎么去解决我这个信仰的问题，或者生活上的问题，一定要找资源。然后信徒们呢，彼此之间呢要有激励跟那个扶持。我们见面聊天是很好，可是除了聊我们的生活之外，我们有没有在信仰上彼此的来去带导，彼此来去扶持，彼此来的激励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说，你们有什么特别需要的，你们找到你们的同伴来去祷告，你们找到了吗？上礼拜你找到吗？找到没有？继续找，找不到到今天再找。找你们的一个同伴来祷告，这个很重要。通过祷告，让人知道说你的需要是什么，也让你有个机会来去经历上帝在你生命中奇妙的作为，不是只有听而已，不是别人讲而已。你要亲身自己经历，就是说真的，神啊，我亲身的经历里通过祷告。看到你在做我的困难的事上，我的需要的事上，你给我印证，你给我回应，所以我更有信心来去行走这前的道路。我看到
我看当中你们有这样一个得到这种上帝的祝福跟应许，因为通过你们的分享，我看你们的 live 的分享里面，感谢主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信仰不是有听而已，不是就讲而已，是亲身去经历它。上帝等你，等你来，你就来试试我，你就看看我是不是那位真神。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当中，他提到，他说什么呀？当迪马在真道上失败了，这个人失败在真道上，然后呢，得了士和提多离保罗而去了，他也离他而去了。可是还有其他的人，我们写下来，你直接去伤害他，对不对？去说一些话，去重伤他，对不对？让你们读了，亚历山大那些人，他身边有这些人就出现。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服事里面，可能也有可能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人，会觉得说，可能不是跟你这么合群的，不合群也没关系，可能在旁边讲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他服事很厉害吗？什么这样吗？就是反而在服事的时候没有给对方一些称赞，反而给一些批评论断，在这里面可能有些事发生。保罗当时也可能有，也是有啊。可是我也感恩，就说在保罗的身边，他除了有这些人，还有另一群的人是什么人？还有提摩太，还有你们所讲路加，对不对？马可，给他许多的帮助和激励。就是保罗他自己本身这么厉害的一个宣教士，这么厉害为神做那么大的这么多的事工，写了那么多书卷，鼓励弟兄姐妹们的这一位保罗，他还是有需要啊。所以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？我们可能说没有比保罗那么厉害，可是我们还是同样给他有那个需要啊。我希望更多人的彼此的鼓励、跟帮忙、跟扶持。当我们奔跑信仰这个道路的时候，一定要避免孤单奔跑和面对自己的孤独，不要一个人在那边跑而已。有机会的话，找一个属灵的这个良伴陪你跑。耶稣差遣们那些信徒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一个个出去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们怎么出去的？两个啊！因为彼得出去的时候也是跟谁在一起？你说他就去电脑里面去做的时候，他跟谁在一起？是跟彼得跟谁？希拉。所以他们是两个人出去的，所以信徒们需要彼此间的激励和扶持。我很感恩，就是看到在社区，我想还有其他的团契也有啊，有 Line 对吗？那个 Line 传很多信息，然后通过这个 Line 的传信息，我看到每一天都有每个人的一个那个所谓的灵修分享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我也从你们的分享当中，我学到一些东西。我没看到的你们那些生命的故事，或者你们的分享，那我也得到激励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团契生活啊，我一些小小的小组啊，就是透过各种的方式，我们来去让自己不要去孤单面对我的信仰这个道路。当我走的时候，我有弟兄姊妹陪伴我有这个领袖来陪伴我。或者可能不是这教会的，别人教会也可以啊。当然有这样的更好，对吗？让我们能够彼此之间得到激励跟这个扶持，所以我们能够当我们走的时候，没有像刚才说开始的时候说，基督的道路那么困难走。当你走的时候是会面对一些的困难，但是你是充满喜乐的，因为你有陪伴嘛。那你走的时候虽然是有点困难，但是也有人去扶持你嘛。一起走，好，那我们这条道路是成为一个是很快乐的、作为喜乐的一个信仰的道路。当教会的服事人员面对孤单和资源不足的时候，教会该怎么办？教会的领袖
长老执事们，当教会的服侍人员面对孤单和资源不足的时候，教会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培养下来支援他们，很好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所以教会要思考一下，当你在邀请人参加服事的时候，当面对这个孤单跟资源不足的时候，教会要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你就继续啊，加油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譬如，不是啊，这样啊，你不是说啊，加油，鼓励很好，做得很好，继续，是这样吗？教会领袖，我们有责任要去多思考，怎么办？当教会服事人有面对孤单、资源不足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信徒们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？除了思考之外，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，给予资源和帮助，不是嘴巴讲讲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吗？我现在当中很多都才服事，也是当中可能一个人要身兼3职，必须要行动去支援他们，跟帮助他们。建成教会有各种不同的事工在进行和发展，但是我看到在服事人员的薄弱和资源的不足，儿童主日学有不足吗？有需要吗？有，对不对？什么需要？面对什么需要呢？儿童主日学有什么需要？有没有？有需要。小朋友他们来参加，若不感兴趣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办？那些家人，你没有接触他们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就是说，如果在主日学的儿童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信耶稣，就最好的机会是接触他们家人，让他们来接触孩子来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去关心这些家人？他们父母亲来的时候，然后青少团契有没有需要？很多需要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怎么去关心他们、牧养他们？有没有一套计划，说我要怎么去发展这青少年团契？然后社青有没有需要？凯华有没有需要？多吗？怎么办？你有提出来吗？还没。华语聚会也是一样，有需要吗？有需要吗？探访呢？跟进呢？新朋友来怎么接待呢？谁去做跟进的工作？很多的需要，怎么样呢？当看到这些需要，这些的这么多的这种需要去帮助的时候，教会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去思考，怎么去帮助他们，跟支援他们？当然，你说有这种需要看见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怎么样？教会的首先，我觉得教会的长职同工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意向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现在的意向是什么？建成教会的意向是什么？你只有够先看到意向，你才能够说知道我教会要怎么做。你没意向的时候，圣经讲什么？民没有意向的时候就怎么样？就放肆了。意思说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所以你必须要有长进的同工，你必须要先有个意向。我现在是教会需要什么，要做什么，然后落实到各事工里面、各团契里面。然后你有这个意向，你说神啊，就给我清楚的意向，我现在这个教会要怎么做？我们才能够说鼓励到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心的去配搭跟努力。我听到买居说，我过去10年都是这样，10
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刚刚我们上星期六讨论到一个分享，我说在新加坡有一点教会，什么教会？城市丰收教会，他们开车会只有20多个人而已啊。但是几年后的话，达到2万人，大概10多20年对吗？对，我们看了10多20年，他们放上2万多个人，算到2万多个人了。华语教会也是1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不是只有说也是20多人这样。我想可以的，只要我们有意向，上帝给我们意向，然后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，教会的蓝图怎么样，让我们一起的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同心参与的陪打跟努力，上帝会祝福，上帝会带领这个华语教会。保罗他面对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，他仍然没有轻易放弃，对吧？当我们在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保罗面对很多的困难啊，宣教传福音很多困难，被丢石头，被抓去坐牢，被人家去控告，还要面对很多危险，很难的。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所讲要说怎么去发展、去成长的时候，很难啊，一定很多的问题都出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就说没人啊，没钱啊，没地方聚会啊，还有什么一堆的理由出来。确实，这个是实际的问题，确实没有错。可是，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，我们难道就被这些困难、这些挑战击倒吗？保罗他也是面对很多困难啊，他去传福音、去宣讲，真的是很多困难，但是他没有轻易放弃，他能够坚持继续的向前来奔跑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觉得他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所读的刚才，今天所读的，说鼓励你们，当我在讲到之前，你们最好回去看圣经，先看了圣经才来听讲道，会更加的能够多明白。听过他们说4章17、18章怎么讲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一起来念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说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所以保罗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能够坚持，能够继续的向前奔跑，去传扬福音是什么？他的秘诀在哪里？站在他旁边，加给他力量。对呀，有主站在身边，加给他力量。一样的，建成教会这里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说要服侍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发展教会事工的时候，也告诉你自己，我靠的不是人力，我靠的是因为有主在我的身边给我力量去做。确实很多的困难、很多的问题、很多挑战在我的面前放着，可是我身边还有个主啊，怕什么？阿们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一直勉励去说，我就是被抓、被关起来，面对狮子的那种的那个狮口的那个危险，但是主与他同在，主帮助他，所以让他能够继续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去奔跑前面线的道路。所以我相信弟兄们，我们也要有这种的信念。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意向给我们教会的意向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更重要就要知道说，我们去做、去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能够向前走。
去做成的事情。当然，首先你要有意向。所以建成教会意向是什么？然后怎么样去规划、去整合所有的同路出来，然后全力以赴。当去做的时候，像保罗这样，清楚的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凡事都可行。阿们。基督教的信仰的道路是窄的。如何突破重为一的冠冕，需要努力的追求成长。没有什么捷径了，你一定要先自己个人开始，追求成长。不要说你是说教会有没有给我什么，教会有没有什么？你先问一下，说你自己有没有些自我的成长？你追求自我的成长，你才能够与上帝维持良好的关系，你才能够真正领受到上帝给你的意向是什么。不单是在教会，包括你的什么工作、你的生活、你的人生，你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，然后怎么将信仰一代一代传下去。然后也凭着要做一个孤单战士，凭着对弟兄姐妹们彼此间的激励跟扶持，很多方式去一直鼓励他，一直扶持他，祷告、灵修性的分享、这样的问安，还有其他你们的团契生活，透过这个方式来诉说上帝在你身上所成就的见证，上帝的奇妙作为，来帮助其他那些弟兄姐妹们需要帮助的，只要被激励起来，能够一起站立起来，同行的来向前走，这样才有健康的信徒，也有健康的教会，这是彼此相互影响的。回到来教会，这样的服事团队一定要建立起来，不然很难，很难所要去发展这教会的这个特色团聚。比如说，这10多年来，请问华语聚会的服事团队，最重要是哪几个团队要建立起来？有没有思考过？什么团队需要建立起来，才能够说让这个整个华语聚会发展起来？比如说，举个例子来讲，当新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时候，需要谁做什么团队去参与？接待团队，好了，接待团队来到教会里面，好像汉女这样 ，Harry 对吧？来到教会里面，好了，接待了认识之后，还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什么团队要参与呢？关怀，关怀之后呢？他说我对圣经不明白，我要多了解。教育是否有没有进来？给他的主日学，给他上一些课程有没有？还有雅婷这样。接下来呢，什么团队也要进来？这是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。也有信徒跟我分享，我不知道带新人来怎么办，来到这里，因为他觉得带了新人来之后，可能几个星期后，他说可能就失去了。所以我就问对方，你觉得为什么会流失啊？而且我也很担心，他说我以后不敢带来了。
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可能有一群弟兄很努力在服侍、在参与、在做，但是却面对很多的缺口，面对很多的需要，没有办法去给予很好的资源跟帮助，所以就慢慢流失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一下，为什么社青团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里面有40多个人，怎么我现在都没见过的？他们去哪里？除了说出国外，在国外的不算之外，比如说在群组里面那些人，是不是也可以叫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呢？找回他们呢？反正你们都认识的。所以教会也需要有这样一个提高的警觉性。我们有哪一些的事工是需要的建立起来的？有哪些的事工我们是需要真的是赶快有人去服侍的？那当你有这清楚了之后，你要有没有效率的提高适时的帮助、训练和资源？有这种需要的时候，谁去做？你不能够随便找一个人就来去做，你必须要先给他什么？训练嘛。你没有给他们训练吗？你的训练是什么？有没有设计好一整年的训练是什么？这个都需要的。今天我跟青年人他们去分享，我说当你要成为这个属灵的精兵的时候，你要什么呢？出身的军队部队你要什么呢？接受什么呢？严格的什么训练？你要让他们有个足够的训练，让他知道怎么去上那个战场，去参与服事。当在服事当中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了困难，当我们遇到了需要的时候，教会有没有给资源？不是让他去打了你打，子弹也没有，军粮也没有，可能拿军饷有都没有，就叫他去你去打啊，冲啊，冲啊，冲了多久？最后是什么？战死什么？战死草草，对，真的啊，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做了团队建立的时候，有意向要建立团队，我们有没有效率的提供适时的帮助、训练跟资源？我们来看个影片，看个影片。被击倒，重新站起来，再被打倒，然后再站起来，但是批评别人，所有的努力似乎得不到回报，一次又一次期待过后让你失望，失去信心，甚至怀疑自己。或许他是对的，或许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那个人。所以该怎么做？我会重新站起来，我会比之前更加努力，我会努力改善我的缺点，优化我的强项，我会付出更多，即使会以为我已经倾其所有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我付出所有的同时，我会相信上帝，相信他的话，他的承诺，他的爱，相信他去做只有他能做的。当经历过所有，我可以说我尽我所能成为上帝要我成为的那个人。这是我的故事，你呢？亚洲人要继续打 NBA， 容易吗？很难。可是通过林书豪的这个故事，
也让我们看见，就是当他要进去里面打的时候，他说身边很多人跟他讲什么？不行的啦，怎么可能？很难的。可是林书豪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他继续，他知道他要进去，他有很清楚意向，我要去打 NBA。虽然身边很多人跟到很多什么一些消极的话语给他，但是他还是怎么样？还是继续的怎么样？自我的训练，对不对？让自己更加的努力。当然，在训练努力的时候，他很多失败、很多挫折都跟他讲的，可是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我要怎么去打进去 NBA 那边，去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员。那更重要的后面他讲什么？他当他去做这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上帝在他身边怎么样，跟他一起，通过上帝的话语，通过圣经的所讲的这个话，让他能够更有这个动力去突破他自己，继续向前走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怎样编写自己的人生故事？首先看怎样怎样编写你的人生故事。通过林书豪的一个短片，让我们去思考。当你面对人生的挫折困难的时候，你要怎么突破你的重围，经营的冠冕？这个人生故事是你自己写的，你要怎么写是在你自己。你可以放弃，你可以继续做白日梦，或者是说我继续的去努力，勇往向前。你的选择。教会，这层教会要怎么继续写自己的故事？60多年前，先辈们建立了教会，接下来传到你们这一代，你们要继续怎么写这个建成的故事？华语聚会要怎么写你的故事？就是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清楚的意向、目标和使命的时候，即使面对困难阻碍，我们仍然必须下定决心。你要求神给你先有意向，你要努力的祷告、读经，求神帮助你。你的人生的意向是什么？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就会教会领袖，你的祷告要去追求教会上帝给教会的意向、目标、使命是什么？你要抓住这个清楚的意向、使命的目标，然后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面对阻碍的时候，你呢告诉自己，你要必须下定决心。虽然会遭遇很多的跌倒、失败，但是要学习什么？不断的再次站立起来，勇往向前，能够突破重围，赢得这个冠冕。这个保罗所讲的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当保罗路也走过了，我现在可以带着坦的心去面对我的这个主，领受这个给我的永恒的冠冕。当然，千万要记得，当你去面对所有的挑战、困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保罗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没有放弃，没有那么轻易的放弃，能够继续的努力向前走。他的秘诀是什么？对，有主在他身边。对姐妹一样的，当我们在走这个基督教信仰道路的时候，是很困难，确实很窄的，对吗？天国这路很窄的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服侍的时候，要说我要为主，我来做光做盐，让这教会来健康成长，去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会有困难，很多挫折，会很害怕、很恐惧，这是会有的。但是告诉自己，
我靠的不是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已，而是我们要靠着谁？主在我身边，给我能力，给我力量，我才能够去完成主所给我的，在我的生活的人生的使命，主给我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使命的目标。阿们。那我们先祷告。真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向感恩，感谢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教会里面，能够也有这机会能够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，让我们有这机会能够来去成为基督徒。主，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当我们在走这个信仰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很沉重，我们会感到可能挣扎，我们会感到可能害怕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在走这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遭受很多的试探，或者很多挫折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有这个意向和使命和人生的目标，知道我们走这线的道路是为了什么。我们更知道我们在走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会跌倒，我们虽然会失败，会遇到挫折，但是我们却相信我们身边因为有主，你有同在，使我能够继续的能够站立起来，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向前迈进。我也知道主也会安排在我的身边，我们有很多的同工，很多的信徒们给予我们的激励，给我们的扶持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帮助，能够继续向前走。主啊，一样的，主啊，求你祝福建成教会，主啊，求你祝福这教会的华语机会，主啊，求你帮助他们，主啊，求你能够祝福这个教会，使他们能够清楚看见，主啊，他们的意向是什么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，他们的使命是什么。主啊，求你赐能力给所有的教会的长子领袖同工，主啊，使他们能够知道，主啊，这个教会他们向前要走的这个意向是什么，他们的道路是什么去走。主啊，求你带领他们，赐智慧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他们在开始整合所有队伍的时候，主啊，他们也是充满主所赐的力量，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能够向前迈进，帮助他们能够更全部的对前都能站立起来，为主你发言做言做光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有主你的同在，我们心里面可以充满这个喜的平安，因为主你必会使我们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能够谦卑的来寻求你，来去仰望你，来去依靠你，来去帮助你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参与的服事，我们的教会必定蒙主你大大的赐福。感谢赞美你，如此祷告，奉我们主耶稣宝贝圣灵求的，阿门。